现在侪是冒到山上高。那么李阿姨出啥个眉头？现在别讲李阿姨噻，连心心念念的邢阿姨马上侪要带着。邢龙昌老板娘，在那上头是千几个领导一个阿姨。还是欢喜这个人，还是欢喜这个党？谁欢喜？马上侪看见老板娘做啊，激动！哎好。啥呀？上惊喜！快点，我逃不起，我带来快点！你要像政府监局啊，你会到你毛松子党了？晓得了。你自家分用的。侬哪能讲，我哪能听。那个米上真没看。放心，这个放心。比李阿姨面点吧？啊，搿么当然了，气质也不一样了。谭老师。上海亚说谁叫志在地？第一次有份，不是现在这个张家老不认得上海亚说个是吧？现在人是个蛮子在，漂亮蛮子啊！我讲哪万讲了，肯定也讲一讲。难啥难为人家了？哎，那有什么精神？啥个意思啊？大不然不开心。自家妹子，大妹子。这家伙。不过比那老刘去就平常啊。大海不认账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搿句话侬也好叫悟一悟。哦，出板子来，哦哟。